嗱，唔知係咪因為廣東地區呢，有時好多商鋪叫乜乜記乜乜記啊，搞到粵語裏邊啊都好中意用個記字嚟表示親熱同埋熟悉嘅意味嘅。譬如話好朋友呢，叫做老友記。咁例如當年嗰部經典嘅美劇 Friends 嚇，普通話呢譯成係六人行，粵語呢就譯成老友記，哇，簡直係信達雅嘅典型啊，冇得彈。又例如麥當勞，我哋叫 M 記嘅，肯德基又叫 K 記。香港嘅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係 O 記。祖雲達斯我哋叫祖記。利物浦我哋叫利記。其他球隊都好似冇咁嘅待遇嚇。仲有同陌生嘅男性打招呼，咁而家興叫靚仔啦，以前咧叫哥記嘅。仲有你如果有個朋友叫做阿發嘅，咁你仲可以叫佢做發仔記嘅噃，係表示好親熱嘅意思。咁大家仲知道啲咩嘢記呢嚇？不妨留言區都講講嘅。